大家好，我叫哈利，认识我的房间。我的房间很大，房间里有一张床，床旁边有一个桌子。我的桌子上有很多事，我要一个太椅子。我在房间里做作业。我的房间有一台电脑。我的房间很干净。我的房间有一个窗户。房间里有一个椅子。我的房间很漂亮。谢谢。